这个节目在3月1号，对，那应该会有这个节目的特辑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们两个很巧，就这次去法国回来，他们就成年礼冠冕，有点凯旋归国的感觉。然后我要到法国插还我土地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们要煽动国际媒体。没有错。对，然后姐姐最近也在做一个运动，就是寻找石蜡。石蜡是阿美族的一个人的名字，然后也是土地的意思。祖先的名字。我们祖先登陆来，祖先他在这个土地上第一个名字就叫石蜡，就叫土地。这个名字是男生女生都有的，很中性，就像拔奈。拔奈是男生女生都有的名字哦，不要以为男生叫拔奈就娘娘腔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样的，不要有我们的前头目就叫拔奈，然后前阵子应该上个礼拜刚刚得到国家级的公益师，是原住民的我们都兰部的第一位，对。他是敲那个树皮的，对，用树皮，就是不要以为树皮。就只是树皮而已哦，树皮还可以做衣服啊、婚纱，真的是婚纱，对，我不知道头目在想什么，怎么会做婚纱？也不就我妹妹穿，没有，怕着火，怕着火，好，不会了，应该科技产业越来越发达，用树皮是很环保的东西的。好，太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就很多就在网络上，然后。之后也会陆陆续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你，不要太想我，我想你们就好了。好，最后一首歌我教大家唱，这首歌是阿美族的很简单的传统的唱法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答唱，答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一句，会给领唱者力量，我就会有 R&B 的桥段出现。对，我就受到你们的力量感动之后，就自然发挥了。是会有 no no no， 或是耶耶耶，或是 baby baby 这种。都是吼嗨样哪部分系列的。高啊，这个高。好不好？带来这首歌《石头歌》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献给各位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，哦咿耶咿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一样的，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啊。海洋，哦咿哟咿哟海洋，哦海洋，咿呀哦海洋。好棒哦！对啊，都要唱哦。太酷了！都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海洋。Oh,
海燕，可咿哟咿哟海燕。